市場首張免 VPN ChatGPT SIM 卡，玩吉卜力風格，低至100蚊有交易，直連新加坡 IP。最近因為吉卜力風格，好多人都一窩蜂咁走去玩 ChatGPT。雖然以往如果有需要用 ChatGPT 嘅人都一早已經課咗金買埋 VPN， 但係好似版主身邊咁，依然會有人因為吉卜力風格而家先至想去試下玩 ChatGPT。如果嫌需要買 VPN 太麻煩，最近市場出現一張我個人覺得好有 gimmick 嘅儲值卡，我姑且叫佢做 ChatGPT SIM。基本上可以當佢內置咗 VPN， 有佢可以直接玩 ChatGPT， 或者 Claude 呢啲本來香港需要翻牆先至能夠用到嘅生成式 AI， 賣價低至100蚊。想知道詳情就要睇埋落去。Before Travel GPT 誕生，首張無需 VPN 用到 ChatGPT 嘅 5G SIM 卡。留意到最近有網店引入咗一張 SIM 卡，叫做 Before Travel GPT。講起 Before Travel 呢一個儲值卡品牌，其實版主之前都曾經有介紹過。之前就同大家介紹過 Before Travel 日本、韓國嘅 5G SIM 卡，而佢哋其實除咗日本、韓國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國家地區漫遊數據嘅 SIM 卡選擇，例如泰國、台灣等等。而今次呢間網店引入嘅 Before Travel GPT 儲值卡，佢係一張香港本地能夠用嘅儲值卡，所以都需要實名登記。賣價最平100蚊港元，包含10GB 5G 數據，但就並冇語音通話以及短信服務。你可能會話，市場上有咁多嘅 5G SIM 卡選擇，平過佢嘅 SIM 卡大把，佢到底有啲乜嘢唔同，令到佢能夠賣呢個價錢？我會話呢一張卡係相當之有 gimmick嘅，因為佢係市場上首張無需 VPN 可以直接連接 ChatGPT、Claude、Gemini 等等嘅生成式 AI 儲值卡。之所以話無需 VPN， 其實我會理解佢係內置咗 VPN， 只要將 SIM 卡插入去手機入面，就可以直接連上新加坡 IP， 唔需要額外買 VPN， 已經可以用到本身香港用唔到嘅 App。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考慮入一張試下呢？除咗10GB之外， Before Travel GPT 儲值卡仲有好多唔同容量嘅選擇。10GB 高速30日用完即止，建議零售價100蚊。30GB 高速30日用完即止300蚊。50GB 500蚊，100GB 1000蚊。亦都有10GB 180日，售價120蚊。30GB 330蚊，50GB 550蚊，同埋100GB 1100蚊。今日嘅ePrice Hong Kong 新聞就嚟到呢度，我哋再會。